大家好，地膽帶路由香港阿色，今日同大家去西營盤，色就係結業嘅森美餐廳。位於西營盤嘅森美餐廳有57年嘅歷史，做到2026年1月底咧就結業。咁我之前咁耐咧都係未食過嘅，因為西營盤咧就好少嚟。印象中有套舊嘅港產片叫《殺出西營盤》，我都冇睇過，揾日睇翻先。講開呢啲港產江湖片，就好中意用地區嚟做名，例如旺角黑夜或者旺角揸 fit 人，仲有慈雲山13太保，都反映咗香港嘅江湖片文化。大家對以地區名改嘅江湖片有補充嘅，歡迎留言。講翻點樣嚟？西營盤地鐵站 A1 出口行30秒就到。講翻森美餐廳最經典就係佢嗰個霓虹光管招牌啦，當然而家俾人拆咗，就俾 M+ 博物館收藏緊。香港嘅霓虹招牌可以話係香港嘅特色，點解要立條例拆晒佢呢？呢個應該係同香港嘅建築安全有關，所以我哋大廈外牆裝修嗰啲竹棚或者係封網都要管理得好小心。另外呢啲餐廳都有一啲火焰牛扒啊，或者係火焰甜品食，其實都有某程度上嘅危險性，因為萬一失火，大家唔知走唔走得切。咁入到嚟記得欣賞下牆上面嘅明星照，傳聞舊時港督或者係戴卓爾夫人都嚟食過，因為創業者森美先生曾經喺文華酒店、希爾頓酒店、半島酒店做過侍應同廚師，就儲落一班達官貴人嘅客仔。雖然呢度都係賣平民嘅豉油皇鐵板餐，但係食物同埋服務咧就同今日有賣鐵板餐嘅茶餐廳好大分別。我細個喺土瓜灣都食過一間叫金玫瑰，幾廿年前個感覺係好高級。咁啊嚟到就發覺佢張木凳咧就好聚手，同埋鋪咗塊紫色嘅絨布，但係台面咧就已經唔係鋪嗰啲布啦，換上係比較意大利嘅格仔膠布。咁成件事啊 cheap 晒啦。咁喺度亦都要講清楚啦，傳聞呢個森美餐廳係有兩邊食堂，我而家身處呢邊咧就係平民版，咁推開門口右邊呢個窿仔入去咧就係高級版，食啲嘢係會貴啲嘅。而呢度咧亦都會做到會，你睇下佢個盤幾大個。片尾再同大家分享下佢結業嘅原因。係啊，呢個跟住呢個焗芝士8729飯係叫埋嘢飲。羅宋湯忌廉湯。一個忌廉，一個忌廉，一個羅宋，唔該。一個忌廉，一個湯，一個羅宋湯。叫埋餐飲。講飲咩？熱奶茶同埋凍檸茶。奶茶、凍檸茶。係，唔該。呢度就最好試下佢呢度獨有嘅森美汁，係糅合咗黑椒蘑菇同埋呢個洋葱，但係叫呢個森美汁要加30蚊。我呢餐就係星期日晏晝3點鐘嚟到，佢3點半 cut 單。而啲牛扒亦都因為客人太多，俾人食晒，要夜晚先翻貨再有得食，所以就試唔到呢個森美汁。而我成日講呢個森美呢，就唔係商台嗰個，係呢度嘅創始人。咁本來臨結業前都想試下嗰個班地煎橙餅鰭，但係都冇機會啦。咁嚟呢啲舊式餐廳，你見到佢擺啲刀叉係擺得好靚，就唔係而家喺茶餐廳自己喺個櫃桶入邊攞出嚟。咁呢啲餐桌禮儀咧，就我細個嚟食覺得佢高級嘅原因。同大家睇翻佢午餐價錢究竟高唔高級先？咖喱牛腩飯80蚊，今餐叫一個鮮茄燴牛脷都係80蚊啫。如果整個焗豬扒飯咧就係98，就唔算太貴啊。咁但係今日臨結業就整個貴啲，就係焗白汁魚柳飯炒飯底，就係81蚊，就有餐湯有嘢飲，價錢唔算係太貴，因為今日茶餐廳一個午餐都可能要60-70啊。幾廿年前仲有去蘭桂坊嘅時候，翠華嘅焗石斑飯都好似要120蚊。先同大家試下個湯先，就係稀框框，而味道又唔係咁淡嘅，咁佢可能係屬於一種叫清湯，比花園餐廳好足料嗰種紅湯。咁就應該好多香港人覺得森美餐廳呢度啲紅湯就冇料到，因為一般香港人覺得
羅宋湯要好多料咧先夠正，而佢跟湯嘅依塊半邊麵包咧係冇烘過，咁感覺上就差少少啊。感覺上好似細個翻返去旺角金牌餐廳食學生餐，跟住再嚟試下呢個白湯，即係忌廉湯啦，入邊有啲洋葱同埋紅蘿蔔絲，就煲到腍晒嘅，飲落去嗰個質感咧就好似食粥咁樣。不過我係好中意飲呢隻白湯，以後冇得飲咧就係可惜。咁佢始終即係話佢好綿滑同埋有好香嘅忌廉味。咁呢度嘅白湯就出色過紅湯好多好多。飲完白湯再等多大概6-7分鐘度啊，呢個鮮茄燴牛脷就上台。咁我嚟親呢啲餐廳咧，如果有牛脷叫咧，我都叫牛脷，因為一般嘅茶餐廳通常係冇牛脷食，同埋就算整咧都好似整得冇咁好味。咁有啲牛脷食落咧就應該有醃過，同埋係厚切，仲要煎得好香，煎得好靚。雖然佢係俾啲紅酒汁冚住，但係你食嗰下都嗒到一啲牛脷嘅香味，而佢亦都唔騷。阿師傅仲好似刨咗脷胎個針。呢個午餐嘅煎牛脷80蚊啫，我覺得超級抵食。咁食完呢啲重味嘢，最啱咧就啪啖飯落口，再配合埋呢啲酸酸甜甜鹹鹹香香嘅紅酒汁，咁就十分邪惡，係充滿卡路里，但係又好滿足。1個月食一次好啊。不過我食得好開心嘅時候，就發覺佢嗰啲紅酒汁好似唔係好夠。咁呢個時候台面上呢支喼汁或者側邊呢支李太林就非常之重要，白飯都變成鮮味。咁唔知可唔可以叫話廚師俾多少少紅酒汁，或者大家可以加30蚊叫參味汁。另外我亦好憎咧食西餐上邊有呢啲白菜或者小棠菜，即係成件事就由歐洲翻返去亞洲。其實比椰菜或者西蘭花件事都細啲，就算係用小棠菜都批批啲葉佢，個樣又細啲。咁呢啲就可能係我哋呢啲咁嘅西客好西嘅要求。跟住再同大家食一個81蚊嘅焗魚柳飯。其實去得茶餐廳食太多嗰啲 catfish 咧，係冇乜期望。咁但係呢塊魚咧又好似煎得幾靚仔。除咗熱辣辣，佢仲真係煎到好甘香。炒飯底亦做得唔錯，炒得夠乾身同埋香。咁呢啲都係舊派餐廳嘅功架，喺茶餐廳同連鎖快餐店未必模仿到。咁呢啲就令我諗翻起舊時去呢啲咁樣叫高級啲嘅餐廳嘅味道。食完兩個叫好味、收貨、性價比叫高嘅午餐之後咧，就嚟挑戰下佢嘅飲品。咁凍檸茶通常唔會出事，佢係有真嘅檸檬片咧。個杯又唔記得咗係膠杯定係玻璃杯，印象中好似係玻璃杯。咁啊茶比較清澈，但係味好似唔夠濃。但係呢啲餐廳杯奶茶一定注定失敗，或者可以講係唔啱香港人追求嘅奶茶味道。咁呢度都係唔出我所料。咁呢餐午餐兩個人食咗209蚊，我覺得以質素同服務嚟講，性價比係合理，再加埋一種食懷舊嘅風味呢，就喺佢臨結業之前呢，都可以嚟呢度回味下。最後簡單講講佢執笠嘅原因，咁都係離唔開加租啊。咁上網睇翻老細嘅訪問咧，就話鋪頭啊比較殘舊，樓上成日漏水添。咁呢啲係應該業主負責嘅喎，但係睇翻個業主出嚟澄清咧，就話佢哋冇加人租。呢個年代啊，唔減租即係等於加租，因為做零售或者餐飲都係冇生意。咁喺大西北嗰邊啲人就北上消費，中上環區啲人咧就移晒民，尤其呢啲森美餐廳講懷舊嘅。舊客仔死得就死，移民嘅就移晒民。新世代嘅年青人鋸扒又中意去茶餐廳，咁佢哋更加唔會明白點解要加30蚊食呢個森美汁，亦都唔會介意將餐紙同埋餐具要擺得整齊。喺 UX 用戶體驗上咧，就係服務對接唔到客戶嘅要求，而所講嘅客戶即係講市場。就係識得欣賞呢啲舊派服務嘅客仔已經消失咗。如果你想將呢啲就快消失嘅集體回憶喺消失前嚟懷舊一下、體驗下、感受下，就記得把握機會。我相信臨尾嗰幾日應該大排長龍。中意呢個 channel 同大家捐窿捐罅，發掘各區就係消失嘅味道。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呢條片係講咁多，拜拜。